今日會同大家講下我究竟整咗啲乜嘢啦，成個手術嘅過程同埋術後護理。呢個係整之前，呢個係整之後。啱啱做完手術出嚟咧，你會見到塊面有個針筒咁樣嘅嘢，佢主要係用嚟引流啲積液同埋淤血。第二日咧就會拆咗噶啦，同埋個鼻上面咧會有一塊用嚟固定嘅夾板。呢個咧去到第8日左右先至會拆嘅，要根據你嘅情況問翻醫生，因為有啲人咧要黐膠紙去固定個鼻或者預防增生啊，防止變形。塊面上面嘅淤青咧大約係2個禮拜左右啦就會退噶啦，但係如果你要完全消晒腫好自然嘅話，大約都要1至2個月。拆咗夾板之後咧，你會覺得個鼻又唔自然又腫又樣衰嘅，唔使擔心係正常噶，過多個零月左右啦佢就會消咗腫噶啦。呢個時候咧我哋就要用碘伏棉花棒早晚去消毒個鼻，咁樣就唔會咁容易有細菌滋生喺入邊。拆咗線2日之後咧就要開始搽去疤膏噶啦，呢樣好緊要噶，因為個鼻中間呢度咧會有一條紅紅地嘅血線，我大約搽咗1個月去疤膏左右啦，條線就已經睇唔到啦。咁當然啦，每個人嘅恢復能力都唔同嘅，有啲人咧係會留疤嘅，不過呢個位其實都唔係好睇到噶啦。今次個鼻可以恢復得咁好，全靠個人護理。頭1至3個月咧，我哋要盡量戒口，有效防止傷口發炎啦或者增生，都要盡量飲多啲水，同埋記得食維他命 C 啊。第3個階段咧，大約係2個星期之後，就要食一啲積雪草根片去防止增生同埋腫脹。有啲人咧就會食完塊面會痕或者唔舒服嘅，就可以轉食曲可參，因為都好多朋友同我講啦，其實你正面望落去係同以前冇乜分別，係側面靚咗嘅啫。所以一開始嘅時候咧，你做得高啲假啲，其實係冇問題嘅，因為去到半年1年嘅時候咧，你消腫啦同埋個鼻頭會回落噶。如果你哋唔想好似我咁樣咧，要再去修復或者做多次嘅話，開刀之前記得同醫生溝通好，消咗腫之後嘅回落高度。下一條片咧就會同大家講下個鼻究竟應該整咩類型。如果你哋有啲咩唔明嘅話，可以留言問我噶。拜拜。